生活表面睇起嚟平靜無波，實際暗湧處處。我哋要喺家庭同事業之間揾平衡點，喺理想同現實之間掙扎。但係唔好唔記得，再平凡嘅日子都可以過得精彩。試下培養個興趣，重新揾返當初嘅熱情，俾生活多啲詩意同浪漫。就算每日只係早10分鐘起身，沖杯咖啡，睇幾頁書，都可以俾自己平淡嘅日子加返啲色彩。生活嘅美好，往往匿喺啲細微嘅儀式感入面。呢一啲儀式感就會令到我哋生命更加立體，更加有色彩同點綴。